个世上真相关于怎么这样的事？生我留子表心情，生生世世永记牢。不然他生生命在，正要去看本是生落花尽梦生一秒，原来是做梦啊！丞相，那梦里的死神为何只留于我？莫非我手要嫁一个姓刘的郎君不成吗？待我的事一算便了，那就更好了。远观是在